一個成熟嘅種植醫生呢，佢為咗學種植牙，到佢熟練咁種一隻牙，佢付出嘅精力真係同埋財力真係太多，成本太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博瑤口腔沙頭角店毛醫生。好多朋友喺我個 YouTube 或者 WhatsApp 上面問我，毛醫生點解種植牙會咁貴？今期呢，我哋為大家講解下呢個問題。首先呢，我哋為大家先講解下種植牙嘅材料。種植牙材料咧，真正貴嘅兩部分。第一部分呢，就係呢個我哋叫種植體。種植體呢，佢有分為好多國家嘅，性價比比較高嘅就係韓國啊、美國啊，仲有高端嘅歐美系統，大家熟悉嘅 ITI 或者德國嘅 Angelus， 喺香港朋友都好多人種過嘅，同埋韓國嘅，韓國咧都有分中端同埋低端牌子。首先呢，我哋先講一講呢個種植體個料。種植體咧係統一個材料就係鈦。呢個鈦係純鈦，佢係可以擺入我哋人體心臟嘅，即係大家可以熟悉嘅通波仔個支架都係鈦嘅成分嚟嘅。所以咧呢個鈦咧都有分2級同埋4級。當然咧，我哋博瑤口腔咧一般用4級鈦。呢個鈦個級數越高咧，就證明呢一隻體個硬度越高。所以種植牙咧，首先醫生同你報價有4000零蚊啦、6000零蚊啦，呢個係正常嘅，因為呢個係呢個鈦嘅成本嚟嘅啊，佢係貴。仲有市面上面有好多人用啲2級鈦同佢種，呢啲料係真係平。但係咧2級鈦咧，你種門牙可以，種大牙就唔得啦。可能1、2年、2、3年冇問題，5、6年之後咧，你成日咬硬嘢啊、咬啲堅果啊，或者啲脆骨之類嘅，就比較容易出問題啊。第二種咧就係呢個牙冠啦。呢個牙冠咧，佢都有分普通嘅烤瓷牙，即係我哋俗稱嘅半瓷牙，同埋個全瓷牙。烤瓷牙係以前90年代產品嚟嘅，佢入邊有層金屬，出邊係瓷。依家最新科技就係全瓷牙。全瓷牙呢料係貴，因為佢係氧化鋯。氧化鋯咧，佢係做人工鑽石嘅料，佢係美觀同埋個硬度兼顧到，所以呢個貴。我哋而家講一講醫生嘅技術。我哋牙科醫生由醫學院畢業出嚟之後咧，為咗學種植牙呢個技術，由最早最開始嘅去報名去培訓班，去學最基礎嘅種植理論，然之後咧去醫院跟師傅講，跟醫生去學呢個技術。學完技術出嚟之後咧，又不停報嗰啲培訓班去進修，甚至有啲醫生咧為咗學更加先進嘅技術，出國啊、韓國啊、日本啊、美國啊，或者去德國啊、意大利嗰啲歐美國家，所以呢個成本係好高嘅。所以話咧，一個成熟嘅種植醫生咧，佢為咗學種植牙，到佢熟練咁種一隻牙，佢付出嘅精力真係同埋財力真係太多，成本太高。所以講咧，大家話點解種一隻牙會咁貴？呢一期咧，我哋就為大家講解下點解種植牙，一個粒釘，一個牙冠，雖然話好簡單，同埋一個醫生種牙10分鐘、15分鐘，時間咁短，點解咁貴？一個種植醫生咧，佢係學習到種一粒牙齒所使用嘅精力同埋財力，真係好多好多。好啦，今期為大家講解就咁多啦。如果有想了解關於牙齒知識嘅朋友咧，可以喺下面評論區留言俾我，或者想約毛醫生睇診嘅朋友咧，可以直接喺下面嘅預約小助手上面直接 book 到毛醫生。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